微軟同英偉達、亞馬遜 AWS 齊同美國國防部簽咗 AI 合作協議，幫手整機密軍事網絡嘅 AI 系統。而家連谷歌開放人工智能同 XAI 都入埋去，得 Anthropic 冇跟，因為佢唔肯拆走 Claude 嘅安全保護，結果被川普下令6個月內所有聯邦機構都唔准用。哇，咁大件事，即係話如果唔妥協，就等於同政府斷絕來往。係啊，不過微軟仲有另一單嘢 ，Windows 11即將推出 Xbox 模式，一鍵就變遊戲主機界面，用手掣控制 Game Pass 全部遊戲自動整合埋一齊，仲可以隨時切返普通 Windows， 超方便。聽落似將 PC 同 Xbox 完全打通，我部電腦終於唔使再扮文青啦。係咪好正？但講到扮文青，索尼 PS5 先係真反差萌，有開發者 Andy Nguyen 整咗個 loader， 令 PS5 可以跑 Linux。不過只限有光碟機嘅型號，而且要3某某或4某某 firmware 先 work。等等 ，PS5 跑 Linux， 即係可以玩 GTA5 Enhanced， 仲有光線追蹤。冇錯，片都出埋，效果幾靚。而且法國政府都話要全面轉用 Linux， 加埋 Valve 嘅 SteamOS 越嚟越多人用，睇怕未來真係開源當道。咁我哋啲普通玩家有冇得玩？定係淨係Geek先玩得轉？暫時仲係Geek限定，但趨勢好明顯啦。反而我中意另一樣 ，Lightphone 3開 Developer Program，SDK 6月出，8月審核，10月正式俾用戶用。Lightphone 就係嗰隻反智能手機，連 App 都唔俾亂裝嗰隻。正，今次開放都係有限度，淨係俾開源、非商業、尊重私隱嘅工具，冇廣告、冇訂閱，全部要經佢哋審。簡單講，係有規矩嘅自由。終於有人諗住唔做數據奴隸，而係做反手機主人。